要得到来的时候啊，员工期待得到嘛，手机才可以得到了。我说这么幸运啊，这样就可以得到。可是当做学生研究的时候啊，那听讲师听点老师讲，都没有深入这个经长，就是或许在后天庙已经都蛮有那个程度出现了。所以就希望在深入研究。竟然就看不到这一本《大圣金刚经论》，没有。那或许就很奇怪，怎么我们这个标榜的就是殊胜的这个道啊，怎么会没有？所以或许在后天庙拿来，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打字印的，他拿来一本它是比较小本就拿来，然后就把它这个传开，让我们就整个都能够接近这个大圣金刚经论所以这个有这一本了以后真的因为里面都有的很浅显很白话了假如说很白话的地方我们就念过去就好了，因为知道了就不用再解说。那有一些它有深入，它有深入的地方我们就加以解说解释的很详细。那么复以清净经复之，就是后面还有清净经。那么意序为初学借着经来领悟道印证三教，就是印证三教总归一理，都归一样就是一所以我们知得一呀，就万事毕。那么佛与众生呢性言无异这个性都一样没有两样我们跟佛都一样。那么人之为道而自言之，我们人自己所作所为，然后离开道的本体，越走就离开越远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从道的这个本体，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出发，那所作所为又回归呢到道来了。那么悟则为佛我们呢不要这个远离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呢时时刻刻能够保持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已经就是佛，所以就是悟悟则为佛。那么迷昧了就是众生。那么万法由心，所有的法都从我们的心生发。那心灭就法灭心灭法就灭了。应知大道重在心法所以我们这个修持这个大道它重就在心法，直指真性顿悟最上圣。那么今时真道普度续业此经当知真传非虚也就是真传经如按区之名灯明者此灯何用就是路灯路灯到白天路灯就没有用了经如深水之法，度者此法亦无用我们要经过很深的河流需要工具就是那个执法。我们渡过到彼岸的这个法也没用的。那么为行当暗取，我们走到街道都黑暗的时候灰灯不明，一定要有路灯我们走路才知道不会走到那个坎坑下去。森林黄河非法莫渡我们要渡过河流，一定要有执法。那么喻此意比喻这个意义，则知佛所说之意知道这个比喻的道理就知道佛所说的这个意他这个意思要我们都领悟。华本无华非华亦非。所以这个我们郭老师讲的就已经华本无华没有
各位同学，没有华的华，就是啊，